François 咁有建樹咁推動藝術發展，但係講到尾搞 party 都係皇上 in blood 嘅才能，就睇下16世紀法國皇室宮廷嘅慶典係點㗎啦。今次咧，我哋就即係好開心可以聽到嗰個 family of flute 一齊喺同一個地方，因為佢哋4個 flute 其實係喺世界唔同嘅各地，咁係世界唯一一個樂團咧係同時會出現4個嘅 ，so it's very interesting。而且咧嗰個聲音咧，其實因為佢係 recorder 嚟嘅，但係嗰個聲音咧係好夾人嘅個 vocal 嚟嘅，咁所以你聽落嚟係好好聽，好舒服嘅。呢個由法國長笛家創立嘅憶古樂團，成日都會穿梭法國各地國立劇院同音樂節，重演文藝復興時期精神。想做下公主參加下 party， 就可以去下集合咗文藝復興歌聲、舞蹈、雜技同埋服飾於一身嘅音樂盛會啦。所以係好開心，希望即將5月香港觀眾就可以聽到啦。